针对这个黄国昌所卡到的高压集团的风波，今仔日周刊阁继续来压料，讲这个黄国昌有饲一批海客志工团。讲进前，民进党的前秘书长林锡耀伫咧通讯软体，甲当时的法务部长、甲国安会咨询委员对话的记录，都互这个海客志工团提起伫网络顶卖。黄国昌是来反驳，讲将来拢无啥物海客集团，伊嘛来反问，这个上网贩卖证据伫咧倒位？民进党的秘书长败坏国家体制，什么都可以瞧啊！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批评前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超人事，即马红亚康黄国昌敢若去操弄海客，甚至无收钱，替伊掠林锡耀伫咧私人的通讯软体顶头，甲迄当阵的法务部长蔡清祥、国安会咨询委员陈俊麟等人讨论司法高站人事案的对话。周刊阁指控一度互团去暗网，一张就要2万块。林锡耀嘛怀疑手机互入侵，对话互乌白道阁传出去，8月已经请律师提告。我上网来兜售，请问证据在哪里？林锡耀手伸到司法检调里面去瞧人事，那个是网络上面出来了以后，到目前为止，民进党从头到尾都在回避这个问题啊。现在是为了帮林锡耀洗白。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往我身上泼粪。不过海客案件唔那这条，2019年黄国昌又是时代力量的立委的时阵，接顺新北市新庄区纽约家具设计中心违建案，嘛互周刊亚康，黄国昌是利用伊的网军，其中带头50海客是电脑真厉害，摕到店家机密资讯甲关键信息。其实黄国昌的公益野白暨吹箫者保护协会，2020年年底就成立吧。举办真侪活动，接触无共团体，出名了后安排5个人伫北、中、南3个所在招募人才，真侪支持者拢加入，人数约1万人，大家拢发挥家己的专长，协助收集资料来亚康。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骇客集团，如果真的要告金周刊的话，那不晓得要告几条了，该负的责任。他们必须要负。针对周刊的指控，黄国昌拢讲无，看来暂时无要提告，不二个为高压风波到海客案件，龙丹台挽过秋田，甲真相吹出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